丽丽，能探查到许教授现在的位置吗？拜托了。哥哥，刚刚扫描了整个星球，名为许峰的碳基生物现在空间复习中，并没有生命危险。今天的任务是搜救。陈俊，你和我进入遗迹，将地质队找回来。放心，许叔叔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到了。前面就是遗迹了。哦，这就是许叔叔工作的地方啊！在进去之前，真大呀！干嘛？特别是你们兄妹俩，进去别乱碰东西。哦，走。